这上班的人除了重视薪水，也阁有啥物款的物件会当互人感觉到这幸福咧？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都喊讲，除了这薪水以外呢，其实上班族对这福利甲制度拢是真要义，这是幸福感的来源，同时嘛是留人才关键。囝生少的问题已经是国安危机，政府也鼓励企业爱提供福利来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。有人力银行也举办幸福企业的比赛，有4200间的公司来参加，有560间得到金奖肯定，嘛头家颁奖予支持员工结婚生囝的企业，像有公司会提供结婚的奖金，提供托育空间。员工会当带囡仔去上班，民众表示，这款的公司确实真幸福。需要照顾小孩之类的，那可能会有一些考量。那如果有这些的话，其实都算是一个配套措施，可以让就是他们更无后顾之忧，可以安心的去上班。对相关的人来说，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诱因。对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事实上会减少他们想要来的动力。那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受到物价起、AI 进步真紧影响，吃头路的人其实压力真大，幸福感降低剩53分。劳工对未来感觉不安。调查显示，有73.5%的人认为，即马家己店的公司是无幸福的企业。第一是长期无加薪水，含薪水加伤少；第二是薪水比市场的行情较低，年尾奖金较少。第三是工作量伤大，因为有了 AI 之后，然后让他们的工作呢变成产出量要更多，反而是加深了他们的压力。有关税战，然后还有现在的国际局势比较不稳定，那相对这一点呢，也是让上班族觉得不安定的原因。人力银行也提醒企业，上班的人除了重视薪水，也希望会当受到头家的尊重。现代人吃头路嘛真要紧，敢有法度伫工作甲生活得到适应？薪水、职场的文化和制度，拢是留人才的关键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